的就拿2条，2条就够了，一人1条。对，就这样保持笑容，保持笑容啊，笑得好灿烂哦。好嘞，行，接下来的时间有请雍真，一首《罗马错》送给大家。下一个节目是小罗和曲张错一段舞蹈，请做好准备。然后再下一个是欧某再跳一段舞蹈，请做好准备。有请，拿100张把它上来。笑一笑。La
们一段精彩演绎。接下来有请小罗和曲张作为大家带来一段舞蹈。然后那个曲创上来演个小品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他就啥意思？所有帮我点上这下，坐起来，这样嘛。哎呦，人不打不得100个，啥呢？马上加了，马上100个加了，所有帮忙团结的加了，团结一人一个分下加了，走起来好不好？不是这个，夜空再来一下，那边到完了。夜空，我到了。马上100个人加满，所有帮忙分一下，走起来，一人一个分下，求你们了，谢谢大家。刚才唱的那个歌舞，好了，没请。不知道。掌声。
保持微笑，保持微笑。接下来就有请欧姆给大家带来一首《强巴曲桑》。有请欧姆师祖二人给大家带来一首《强巴曲桑》。我也来呀？我也来吗？你不来呀？那就这样。一起吧。然后下一个节目是小罗和扎西，然后再下一个节目就是大团长洛桑哥，还有我们的江村同学，有请那个小老虎扎西三人为我们演绎一道舞蹈，好吗？大家期待一下。吴京同学要求换一首歌，歌唱多。这个挺好的。真的，本来就是。临时改账一首牧歌，师徒二人献给在场的所有家人们，以及线上的所有家人们，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团队的支持和陪伴，谢谢。来，有请。哇，师徒二人来吧！中间笑一笑，哎呦，这可以哦。给吴姐来100个好的上来。
可以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小罗和扎西为大家带来一首优美的舞蹈，有请。江错还有江错。江村没有，江村是下一个节目是洛桑哥，江村扎西，三人带来一首舞蹈，然后第二个节目是有请咱们的邓珠帅哥给大家带来一首新的一年，期待一下吧。江村吗？来，现在江村上吧。